喺職場打滾嘅朋友，相信都遇過呢啲矛盾嘅情況。嗱，我哋先嚟講下呢篇文叫《警惕你嘅 HR 正在勸說優秀員工辭職》入面提到嘅現象啦。其實呢個問題一直都喺職場入面暗地裏運作緊㗎。對啲叻仔叻女嚟講，跳槽真係仲快過升職加薪㗎。特別係而家呢個變幻莫測嘅年代，出面啲變化真係快到好似龍捲風咁，反而喺間公司入面就似一潭死水，搞到原本嘅潛規則慢慢浮晒上嚟，變成擺明車馬嘅潛規則啦。再睇埋呢篇叫員工忠誠度，係企業界唔甩嘅搖頭丸，小弟就大膽講咗句：員工中心呢家嘢唔係公司對員工嘅要求啊，而係員工俾公司同老細嘅評分嚟㗎。特別係而家呢個大時代，如果公司要啲員工忠心，但自己又唔肯對啲員工負責任，咁同食搖頭丸嚟自嗨有咩分別先？好多朋友睇完都留言話：講得啱啊，我哋公司都係咁㗎，但可以點搞啊？答案咪就喺員工同公司嘅關係入面咯。其實打工仔同公司嘅關係，表面睇落去就係僱傭關係，但實質上就係某種形式嘅合夥人關係嚟，係一種共同體嚟㗎。呢種合夥關係可以分3種，就係利益共同體、事業共同體同埋命運共同體啦。喺前面嘅章節我哋曾經簡單介紹過，喺呢家我就詳細同大家拆解下啦。首先講下利益共同體啦。簡單嚟講，員工返工就係為咗搵錢，幫公司賺錢之餘，自己又拎到應得嗰份。公司有錢賺，分錢機制又公道，咁就皆大歡喜啦。但萬一員工搏晒命都搞唔掂盤數，咁就證明大家唔啱 channel 做利益共同體啦。咁公司就可以搵過第二個。員工亦都應該要去返一個可以將自己價值兌現做銀紙嘅地方。不過叻嘅員工通常唔會咁就滿足㗎，佢哋識得喺短期利益同長期回報之間嚟做取捨，又識得喺風險同收益之間度揾平衡。佢哋唔會甘心做日薪嘅散工，反而會揀一個領域甚至一間公司去深耕，寧願放棄即時嘅安穩收入，而換取未來可能有風險但又有更高嘅回報。呢種投資就係叫做事業共同體啦。咁問題嚟啦，老細你究竟想間公司係利益共同體定係事業共同體呢？你班員工又期望喺邊種環境度做嘢？好多老闆即刻會答，梗係事業共同體啦。但實際上，利益共同體同事業共同體佢哋最大嘅分別就係願景、風險同埋利益呢3樣嘢嘅排序。如果個員工係真心拜你畫嗰塊大餅，堅信大家齊心就可以實現到願景，仲可以從中分到豬肉的話，咁佢就會願意去冒風險，同埋暫時犧牲短期嘅利益，同你一齊建立事業共同體啦。相反，如果佢內心對你唔信任，咁佢行為上就只會優先顧短期利益，而避開中長期嘅風險。佢嘅表現通常係唔會講出口嘅，仲會扮到好堅定，你係睇唔出㗎。表面亦都附和你咁，同你講公司願景好偉大添。其實跳槽、炒人同埋忠誠度等等嘅問題，十居其九都係因為雙方對利益共同體同埋事業共同體嘅認知錯配咗。我哋可以用2個維度劃分做4個象限嚟睇㗎。首先講下第一象限，就係創業困境啦。公司有個好宏大嘅願景，但係就唔好彩請咗班能力強又唔信詩和遠方嘅人。呢班人包括高薪請返嚟嘅管理層，佢哋只係想短期套利，同公司只係保持住利益共同體嘅關係。咁結果呢，咪大家都痛苦咯。通常都係發生喺啲創業公司度，老闆滿腔熱血，但係又唔識管理，走去大公司度挖角，結果班高薪請返嚟嘅人就日日望實老細個荷包，最後多數都係被淘汰。而第3象限就係轉型困境啦。好多叻嘅員工都想搞大自己嘅事業，但傳統企業嘅老闆仲諗住喺舊賽道嗰度嚟繼續搵人，靠百年老字號嚟做宣傳，繼續食老本。環境發生突變，佢哋公司嘅願景、戰略仲有組織全部都跟唔上。呢個時候老闆會用忠誠度同埋企業文化嚟留人，但越叻嘅員工就越唔受呢套，因為佢哋要嘅係事業發展，即係長期要有更大嘅收益。結果就搞到大量嘅人才流失。第1同第3象限就係大時代生仔必經嘅陣痛嚟㗎。第3象限嘅企業，佢需要揾到新嘅願景，仲要令到員工可以真心相信呢樣嘢好關鍵㗎。
好多轉緊型嘅企業，佢哋最大嘅問題就係畫緊個連自己都唔敢相信嘅大餅，喺度自欺欺人。真正能夠接生時代嘅，就只有領導力爆棚嘅領袖，佢哋可以描繪出一個令人熱血沸騰又可以信任嘅未來，指明出路。唔係嘅話，無論用忠誠度定打感情牌，都留唔住人才㗎。剩低嘅就只會係按利益、風險同埋願景嚟排序嘅員工，而叻人就會跳槽去有領導力嘅初創公司度。舉兩個例啦 ，SLH48 美少女天團嘅創辦人黃子傑將站位、出唱片等等嘅決定權交晒俾粉絲，令成員為咗曝光率而搏殺，變成咗事業合夥人。奇葩說嘅淘汰機制係由觀眾嚟話事，辯手要 keep 住輸出精彩嘅觀點先至有得留低㗎。節目同辯手都變成事業共同體，呢啲就係張瑞文講嘅冇成功嘅企業，只有時代嘅企業啦。咁點先可以判斷到係咪真正嘅事業共同體啊？其實有個簡單嘅方法嚟做測試㗎，就係問下個員工，如果減你一半人工，但係就俾單嘢你去跟，成功咗就會有5倍嘅回報，咁你制唔制？同時老細要答翻個員工，如果套落老細身上，老細又得唔得？如果雙方一拍即合，咁恭喜晒，你哋就係事業共同體啦。如果老細 say no，咁就即係轉型嘅困境；若果係員工 say no，咁就係創業嘅困境啦。最後搞唔掂嘅話，好多公司就會退守到去第4象限，就係利益驅動啦。即係唔好同我講咩理想，我嘅理想就係唔使做呢個象限，就要接受現實，請啲純粹為錢而打工嘅人，用短期嘅利益嚟做刺激，同時亦要接受高嘅流失率。最後，如果要升級去到命運共同體，咁就要將個問題改成減你一半人工，然後你要自己再拎500萬嘅本出嚟搏，成功咗就會有50倍嘅回報。咁你制唔制？如果對方肯，咁就證明佢係非常睇好公司嘅前景，仲肯瞓身啊埋副身家添。咁呢啲就真係命運共同體啦。做個總結啦，加50%嘅人工就肯做，呢啲就係利益共同體啦。而減50%嘅人工嚟搏5倍回報呢？咁呢個咪係事業共同體咯。咁減人工之餘，仲要再自己夾錢嚟搏50倍回報呢？恭喜你已經進入咗命運共同體啦。其實打工仔同公司邊個都唔使對邊個忠心㗎，大家真正要忠心嘅就係嗰個共同嘅夢想，就係嗰份詩同遠方啦。所以話你想班同事日日都望實你個樣，定係同你一齊望住個遠大目標先？呢個就係職場關係嘅核心所在啦。